希望大家係可以有啲放低下手機，關心下身邊嘅朋友咧。因為其實我係一個好傳統嘅人，因為我中意咧就係同大家咧 face to face，大家互動。我唔中意用手機去 send message 嘅。咁如果有咩咧，你要揾我咧，就打俾我咁樣，係啦。咁如果有咩想揾我咧，揾得得閒揾我都得嘅。好啦，咁我同大家熱下身先。嗱，呢隻歌咧叫做《手機關掉你嘅黑》，係我新歌嚟。我想講咧，我好榮幸嚟嘅。呢隻歌我係未曾試過唱公開唱 live 嘅。咁今日咧，溫哥華嘅朋友，我哋今晚就係喺呢一度唱我人生呢一次第一次送俾大家啦。好嘛？但係我知道大家幫手，我知道大家幫我唱嘅而家，明白？嗱，喺呢隻歌裏邊咧有一句大合唱嘅位咧，好易唱嘅啫。而家同大家練習一次，好簡單嘅啫。嗱，我唱一次咯。OK， 好啦，對住。OK， 嚟啦。第一句啦。好，對你喎，哇！好好，多次。幾好喎！第二句，差啲喎你句，過嚟啱啦嘛！嗱，第一次，我而家今次咧我要聽呢邊嘅朋友唱，第一句，然之後第二句咧呢邊嘅朋友唱，得唔得？嗱，我哋中間切開佢，準備啦喎，呢邊 OK， 第一句 ，1 2 3 4，OK， 唱。第一句，好，第二句準備唱，過嚟，呢邊好似弱少少咁嘅，係咪啊？點解啊？點解？我令過嚟多啲，即係我喺呢度唱，你就會大聲啲。OK， 咁我嚟呢邊嗱，將就下，大家過翻嚟認真。嚟一次，你哋先，左邊準備3 4，呢邊大聲，太勁啦！再一啲，到你哋。正啊！而家好似 OK 啊 ，OK。咁啊，大家熱好身喎。咁呢隻歌咧，就係要成首都咁多呢啲位咧，大家一齊唱，好唔好啊？嚟咯喎！陣間就係呢個陣容啦。你哋唱第一句，你哋唱第一句。好，音樂送俾大家。手機關掉，俾大家。準備。揮手打招呼，怎麼要隔住對問我？手機關一刻都焦躁不安嗎？聚聚吧親姐，好天氣及時換一種想法，匆匆踩車身想跟我出走嗎？到處逛一逛，誰亦同有把好嘢，世界外來連結你我他。四出探索，兩無線上各樣訊息千載，我哪已經可察覺，沿途的種種愛，還很多騰出走來，你在我在喝彩，天光閃得開，處處有笑聲覆蓋。
風風機到總要散心。時間等等出風景，轉實體中留下冷悶嗎？一起找地球另一端，樹下想分憂想分享，想將一切都簡化。到處困一困，誰亦共有吧 ？Oh yeah， 世界以外來源於你我他，一起四出探索，為無線上各樣訊息存在，可拉遠可察覺，沿途的種種愛，同很多同出走來，你在我在喝彩，天的光散開，到處有笑聲高歌。你與他，誰亦同有嗎 ？Oh yeah， 世界有我們前往，親手把愛轉化，一起四出探索，眼線上各樣訊息超載，可拉遠可察覺，獨成的種種愛，同很多同出走來，路兒但精彩，天一光散開，可我再也不感覺。唱。全部孤力寫在旅程就愛，疑惑不可，令我只愛遍布色彩。哇！正啊！跟住咧個片頭咧，即係點解會創意呢隻歌嘅？就係上呢一種大合唱嘅感覺啊！咁嗱，頭先真係做得好好，大家再次多謝你哋，多謝兩邊，多謝你哋全部人幫我今次完成咗一個咁好嘅我可以形容係一個壯舉啦嚇！嗱，我吉他上咧，即係識我嘅朋友都知我好識佢。